早上8點鐘到晚上10點多，我們都是沒有人了，我們就走了，就先這樣搞了。這收入啊，你收入多少有影響係嘛？有影響，一定有影響啊，但係不重要，這個不重要，最重要就先幫忙其他人。喺好短時間裏邊咧，已經籌集咗好多物資咧，送咗喺我哋個災區裏邊，令我感到咩叫做血濃於水啊！係啊，因為呢啲感情咧係好深刻嘅，喺呢度要想多謝大家。